伫嘉义滨乡车头附近呢，有一寡较古早的建筑物，因为这都市开发准备要拆掉，滨乡在地文化团体就举办说明活动，希望民众认捌这寡建筑物，也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参考这在地民众因的想法。龙辉旧仓库、退休警察的旧宿舍，也阁有1952年起的公有市场，这拢是嘉义县民雄火车站附近的旧建筑，因为拢有搬徙也是拆除的规划。在地文化团体举办说明会，希望让民众来认捌、嘛讨论因的未来。我觉得，如果可以让下一代更多的机会了解这些文化、记忆、历史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还有教育是很有帮助的。这个活动会当让大家先知影讲，咱有这个物件，大家做伙来思考讲，这个物件留落来会对咱会当安怎？若是感觉真正要甲拆掉，未来咱会当安怎？伫这个所在，咱会当安怎做？2020年的时阵，经济部就核定要来对民雄公有市场的搬徙补助经费。不过，这届新就任的乡长讲，要搬的所在经费阁有一寡问题，市场的搬徙要重新思考。透过一些可能公共的机制公民审议或者说社区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创造一些讨论的平台或者讨论的机会让民众有机会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政府到底在想什么，未来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的地方。我民雄28庄，各庄头的人拢会来民雄菜市啊买物件。那你要拆了它嘛？我觉得太可惜了，会把民雄人的回忆给拆掉。那要怎么样活化它？这就是我先要努力，还有跟我们志凯这边可以共同努力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点。大鸟街坊文化协会指出，古建筑是在地历史甲文化，拢是长时间的累积。如果因为开发的原因来破坏，实在是真无彩。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供在地民众参与讨论的平台，做伙找到开发甲文化兼顾的方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